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一尊大愿圆满的佛。阿弥陀佛是一尊救度众生的佛。阿弥陀佛是一尊光明摄取的佛。阿弥陀佛是一尊临终来迎的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声佛号是无量功德的总持，是无边福慧的总成。一句佛号唤醒诸众生，广度十方法界。一句佛号念来太平盛世，世世永享太平。经常倾听和吟诵六字佛号，是为自己开启了一扇离苦得乐、终究圆满的大门，是为自己了生脱死、成就佛道选择了一个殊胜的法门。广新上人创作的念佛拍手操，就是在畅响的佛号中强身健体。我们做操，其中大慕佛恩，身心兼修，更加可获得无上的功德，福慧兼得。同时，广新上人把简便易学的健身动作，科学地与身体的各经络、血脉相辅连接，有效地提高健身效果。因为血脉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重要通道，它内连五脏六腑，外部五官七窍，四肢百骸。科学的拍打经络走区，可有效地疏通气血，防病去病，得寿绵长。让我们大家以感恩的心，面带微笑，正心静念，静听佛号声声，心随乐起，手随心动，跟广新上人一起来做念佛拍手操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第一节，拍腿运动。动作要领：在广新上人唱诵的佛号中，修心静念，手臂伴随佛号律动，特别是双手下落时，要用力拍打双腿两侧。双腿两侧有胆经、胃经和膀胱经，经常用力拍打这三大经络，可排除堆积在经络上的垃圾，活跃气血，防治疾病。第二节，扩胸运动。
动作要领：这节动作在握拳收臂时要用力后拉扩胸，用以强健心肺功能。感觉是在佛号的带动下，把无穷无尽的力量蓄积胸膛，然后两腿下蹲，翘腕推掌，以此疏通手臂上的心经和肺经，使经络气血循环畅通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。第3节，甩手运动。动作要领：这个看似简单的甩手动作，可以把手指、手掌、手腕、手臂的血脉调动起来，并牵拉人体内12条经络，可预防和治疗多重疾病。做甩手运动时，要心念合一，专听佛号乐音，意念甩出体内病气与浊气。第4节，肩颈运动。这个运动可以有效地拉伸颈椎、胸椎、腰椎以及肩周，因此做此动作要挺胸抬头，全身用力向上托举，仿佛是佛号牵引我们在执念修行中奋力前行，让全身的机体得到净化，并充满精气和活力。第5节，膝盖运动。人体的膝盖承接着大腿和小腿的多条经络，强化膝关节周围肌肉软组织的锻炼，才能保障腿部老的健康常态。做这个动作，膝盖要自然弯曲，不要太着力，保持手臂和腿的自然协调动作即可。同时要身心愉悦，随乐曲轻声吟唱佛号。第6节，侧腰运动。这个动作旨在拉伸我们的腰肌和肩肌。双手侧面拍掌时，腰和臀部要向两手拍掌的方向反用力，最大程度地拉伸两侧腰肌。同时拍掌时，上面的手臂要在头上伸展，不要遮住脸，要时时刻刻让佛号迎面而来，无有阻挡。第7节，抬腿运动。这一节运动的重点是抬腿遁地。抬腿遁地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，加速肝脏和肾脏的解毒和排毒，增加肠胃蠕动，提高身体免疫力。
做此动作，单腿要站稳，落脚要发力道，掷地有声，虎虎生威。意想身体内的浊气在六字洪鸣中从脚下遁地而出，得到身心的愉悦。第8节，拍手运动。此节运动，双手上举拍掌时，要尽力向上伸展，头颈后扬，双手下落在身后，拍掌时要低头，让自己的手臂一起一落，带动心肺的吐故纳新。同时，呼吸要跟随佛号乐曲，上扬吸气，下落呼气，让弥陀声声沁入心脉，纯净心灵。第9节，祈祷念佛。这一节的动作要舒展优美，做到身心合一，身心静念，冥想宇宙世间佛光普照，恩泽万物，惠泽众生，暖暖的、美美的沐浴着阿弥陀佛慈悲的加持，以至诚的感恩之心，舞出幸福与喜乐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